每当临近午夜，人类就会回归本我。无论夜行者、狂欢者，还是流浪者，要么臣服于自己的欲望，要么麻木地守着自己的困境。可总有那么一些混沌的灵魂，需要被拯救。我要做的，就是给这些人一个选择。传说在夜里，只要盯着猫的眼睛，超过3年，它就会看见你想要的一切。而我会将那个能改变命运的快递送到你的面前。这个叫什么？靠，什么玩意儿啊？Inside 没有 inside，idea 没有 idea，my BRO 用点心 ，OK？ 重做。帮我倒杯咖啡 ，Thank you。哎呦，我在工作呢，我真的在工作呢。咖啡。挂了，挂。真把我当律师。我要是能分身就好了。
something new to say. 什么玩意儿？要挨点没挨点？要硬塞的没硬塞？那 BRO 用点心 OK。重做。帮我倒杯咖啡 ，Thank you。在过度劳累之后，精神不振，好像身体被掏空。为您特别推荐分身剪刀，把透支的身体捡起来，人生从此开挂。夜猫快递，有求必应，如您所愿，命由己定。你都睡了3个小时了。啊？那 Nancy 她睡了吗？一点都没睡。是不是生活不规律导致的内分泌失调呢？这不能够啊！我们2个每天生活都特别规律。早上7点起床，我就带她去散步。回来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吃早餐，蔬菜、水果、全麦面包。我就会给她听蓝调的布鲁斯音乐，这种音乐很有助于小动物的身心健康的。到了晚上，我们一般都是荤素搭配。如果 Nancy 表现好的话，会奖励她伊比利亚火腿，给她看她最爱看的3只星巴赫的音乐了。定期的带她去健身，还有专门的按摩室，给 Nancy 做全身 SPA 了。哎呀，你这么控制你自己，你快乐吗？我也知道这样比较辛苦，每天这么规律也很枯燥的呀。但是我一想到我能和我们的 Nancy 小宝贝的生活越来越健康，我咬咬牙还是可以坚持的呀。可是从这周开始，我们 Nancy 就开始不吃不喝，到现在啊，连觉都不睡，就这个样子。Nancy，
来，你们家这大宝贝儿啊，现在都快成貔貅了。每天都这样。看来看去啊，还是我们家孩子比较健康。要是我能知道我们家 Nancy 在想什么就好。哎呀，你说 Nancy 要是再有个3长2短的，那我也活不下去了。要不这样，大夫，您再帮我们催眠一次，花多少钱都没问题。我劝你啊，还是找焦大师来看看。通心粉只需1小口，便让你和爱宠消除代沟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玩意儿能吃吗？Nancy， 你吃东西了，宝贝。废话，我饿。宝贝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和爸爸说说。我是猪，你见过有猪7点起床跑步的吗？宝贝，这爸爸也是为了你好。你闭嘴！我还没说完呢。我就想每天多睡一会儿觉，我不想吃你那些垃圾食品。爸爸也是为了咱俩的健康着想。你闭嘴！天天一到晚上就给我听卖巴赫的音乐，让我看3只小猪的恐怖片，你还让不让我活了？算了，我不活了。宝贝，你别冲动，只要你好好的，爸爸都听你的。那么从今天起，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几点起就几点起，想看什么就看什么。爸爸，答应你啊。Nancy， 吃早餐了，宝贝。Nancy， 宝贝，你怎么又站到那儿去了？你不要过来，你再过来我就跳下去。你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你告诉爸，可千万别想不开啊 ，Nancy。说好让我睡懒觉，可你却一大早晨就开始叮叮当当的，谁能睡得着啊？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你就是这么爱我的吗？我当然爱你啊 ，Nancy。那你可以为我放弃一切吗？不可以是吗？爸爸可以为你放弃一切 ，Nancy。你那么控制自己，你快乐吗？身体是因为疲惫才会觉得困，强迫自己起床是在消耗元气，要遵从本能，身体才会健康。不要出门了，给自己放个假吧，要学会享受，在家多陪陪我。不要洗澡了，每个人体质不同，你看你看，每天洗澡，皮肤干成什么样了？要维持自我，不要被别人影响。给
别再工作了。你这虚伪的上进心，除了压力，还给你带来什么了？我们现在什么都有，我们要活在当下。下周还要用，干嘛还要费事儿洗啊？要轻松安逸，别让生活太麻烦。遵从本能，学会享受，维持自我，活在当下，轻松安逸。我是培根，这是我的弟弟汉姆。我喜欢鸡蛋、牛油果、西红柿和面包。人生苦短，及时行乐。爸爸，我饿了。哎呦，爸爸，你还会爱我吗？根据刚刚的观测结果，月球跟地球的正负能量之间的偏移值越来越大了。你真的认为把选择权交给人类是一个正确的决定？正确与否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确定，正如你当初选择我一样。家人们晚上好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对啊，有点感冒。感谢疼爱小小的大老二送的飞碟。今天要和别的主播 PK， 家人们一定要帮忙哦。PK 赢了的话，小小就请榜一的老板吃饭。哇，感谢木爷送的超级逗猫棒。其实哥哥们不用这么破费的。大家还记得那场狮子座流星雨吗？小小那天也等了整整一宿，后来太累就睡着了，就从此错过了。哇，好棒哦！谢谢哥哥们送的流星雨，好好看哦！感谢南城舅舅，感谢小新麦蜡笔，感谢开开心心，爱你们哦！感谢大家的礼物，小小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礼物，就是小小最新学习的舞蹈。哎，江哥，睡了吗？我想找你借点钱。行，没事。哎，磊子，最近宽裕吗？喂，我，哎李，哎赵哥，我这边有点急。哎，小李，哥们儿，你能不能给我转个1000块钱？我这会儿有点事儿，有点急。好用，对，好用，你是我亲兄弟。我前两天不是管你借了2000块钱吗？终于想起还钱了。哎，你手机转我。不是，我不还钱，我是想说，你再借我3000，凑个整，我过2天就给你。你是被网红迷昏头了吧？生活应该健康一点。挂了，兄弟。行，好友，
你都不讲。都说朋友值千金，我不想要朋友，我只想要千金。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礼物。电报快递。朋友圈提款机，连接手机能换钱？你到底租不租啊？这都拖了1个月了。哎，你要不租，押金可不退了啊！烦不烦？我去你的！您的钱已到账。800元？我干什么了？这800元？删人就能换钱？我刚才删谁了？那我这可以删的太多了。垃圾关系等价互换。删谁？好友，我倒要看看，20年的交情能值多少钱？您的钱已到账。54888。这个好友和我是什么关系啊？怎么值那么多钱？不管了，我有钱了！100个爆炸板，100个流星雨。哇，谢谢腾飞哥哥送的103流星雨，爱你哦！哇，感谢黄老师爱跑步送的逗猫棒，感谢他们。小小，一会儿我就让你感谢我。您的钱已到账，您的钱已到账，您的钱已到账。太少，有没有值钱的？5万。喂，你干什么呢？运动。这都几点了，你还运动？这个点你难道不应该加班吗？我把你开除了。5万多，感谢你啊，老爸。笑，感谢我。你都给。哥的103流星雨，谢谢腾飞哥，腾飞哥你别送我这流星雨。不用客气。小姐，谢谢四姑父，感谢赵一两的666，感谢刘总的5673元。哇 ，PK 赢了，腾飞哥哥是榜一哦。飞哥，等下你可以把联系方式私信给我。今天真的是太感谢大家了，尤其感谢我飞哥。大家晚安哦。你好，飞哥，这是我专门给你唱的哦。一眨一眨晃眼睛，满天都是小流星。明天该怎么办？还能删谁呀？谁呀？到时间了，你是接着住啊，还是等天亮搬走啊？你谁呀？明白了，那就等天亮搬走呗。大哥加个微信呢？拉黑我还加个屁呀！天亮之前把屋子给我收拾干净了啊！小小，你好，我是腾飞。不好意思，腾飞哥哥，让你久等了。等一下。腾飞哥哥，我觉得你跟我见过的其他哥哥都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你比他们有品味，还比他们幽默。飞哥，这是哪儿啊？人家害怕。小小，你先把眼睛闭上。
那人家就更害怕了。不许睁开啊！现在可以睁开了。上天欠你的那场流星雨，现在我还给你。哎，下车！啊，别拍，别拍！别怕，小小，有我呢。豪车开得够快呀！不是你干什么呀？啊！你借我3000块钱，你来试探咱俩友谊呢？看上豪车就不认识我好友了是吧？不是，哥们，行，还钱。哥们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我，来，童飞，合影里边这个人是你吗？是。你借我钱的截屏。这确实认识，还管你借我钱，我怎么想不起来呢？不是你这样吧，我再扇你一次，我就有钱还你了。开豪车谈恋爱还不还钱，是吧？行，我找女朋友。哎，不是，我没说我不还呢，咱再加一次呀。大哥，我和他就是普通朋友，飞哥我先走了，你们聊。小小你别走啊！哎呀，大哥，我真的没有钱，这车、衣服都是我租来的。但是我有这 POS 机，你连接上手机，然后把跟你有关系的人删除掉，你就有钱了啊！哎，你等会儿，你还没走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这 POS 机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车在这，我又不跑。哎呀，你不信你就试一试，先删我。小小，这么晚回去自己不安全，我送你吧，车还能用到12点。飞哥，下次春晚活动也要加油哦。您的钱已到账。哎，你好，哥们儿，问一下地铁站怎么走啊？哑巴呀，不说话。朋友圈提款机将机器与手机连接，连接成功后，可将不需要的垃圾关系永久删除。通过删除关系提前透支未来属于你的钱，会即刻转到您的账户上。注意，关系一经删除，便会单方面消除一切与其相关的记忆。夜猫快递有求必应，如你所想，另有己定。我平时只能蜷缩在一个狭小的角落里才能入睡，所有从外面寄来的东西我都要消毒，因为我不知道它是否安全。我只吃 iOS 认证过的有机食品，虽然味道一般，可至少吃起来放心。很抱歉没有跟你一次完美的约会，也很感谢你听我说了这么多。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一个和我一样的人，我一定会找到他。我妈。阿姨好呀，小伙子你好。哎呦，宝贝儿，我和你爸觉得这小伙子还不错，他要是想加你微信，你就把妈妈的给他，妈妈我和你爸爸关。妈妈，我要先回去了，你放心吧。你的客户是不是精神病啊？我刚才一开板，他
他拿着他妈跟我直播呢。这公司资料现在越来越不靠谱了啊！光说他是精神病，也没说他们一家都是精神病。仙丹症，是难吃，咬咬牙，啊，回头客啊，都是精神病。你也不开心吗？嗯？真羡慕你啊，还有人在等你呢。我都不知道懂我的那个 Mr. Right， 他在哪儿呢？去吧，你回去吧。骗子！你别怕呀，这就是你家。我是 Mr. Right， 昨天晚上快递来的。你好像还没有穿防护服，这样子出去会不会不太安全？你放心，我不动。哎，等一下！你跳之前，你先看一下那个头盔。对，你的下场可能会跟他一样。不过经验告诉我们，当单身女性独自在家中遇到闯入者的时候，最有效的防卫措施是拿起随手可得的。开门！你们家也忒没素质了吧？你躲我背后。都砸了！开门！不好意思啊，我找错楼层了。别怕，以后有我在。你就吃这个，你为什么不试着自己做饭？这样更有家的味道。喂，你好。可我现在下……喂，我没有头盔，我怎么下楼啊？你为什么不用逃生的绳子做一个吊篮？这样你都不用下楼取快递了。啊！哎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先别着急嘛，先去把早饭吃了。你这是要干嘛呀？选你最喜欢的素。
现在可以睁眼了。你有一颗向往美的心，还有一双向往美的眼睛，你为什么不从现实里面去寻找呢？那你觉得我们现在在一起是现实吗？其实有一件事儿是我一直都想去做的。别怕，我陪你。你就不会让我们省点心吗？你最听妈妈的话，你和妈妈说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们现在挺好的呀。上次妈妈给你联系相亲的事儿，你不是挺满意的吗？我们俩现在应该享受天伦之乐。后来怎么就没有下文了呢？一辈子吗？从小到大，我的一切都是你们安排好的。但是现在我遇到了一个很懂我的人，我只想和他在一起。你好好看看，他是什么东西呀？不要妈妈！骗子！你好，我叫 Miss Wright。夜深人静，深的让人恐惧，静的让人窒息。冥冥之中，一定有一个他，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等着你，为都市中的单身男女量身定制人形抱枕，温柔陪护灵魂伴侣，懂你，守护你。夜猫快递，有求必应，如你所想，命由己定。